位在台南旧城区民权路2段64巷的小巷弄内，有着许多因为卡到都市计划无法重建更新，因此所保留的狭小神秘空间。设计师蔡佩选不断以自身的建筑艺术专业背景，将多元艺术人事物引进到番薯期中继空间，成功吸引民众到访。继去年与知名插画家克里斯多合作，创造出热潮。今年蔡佩选再度带领一群市设计学生，注入未来旧聚落发展的新创活力。这一区目前有做了一个这样的中继空间的一个计划，那这个计划其实它的目标是希望可以凝聚我们社区居民的共识。那这个共识它不是说一定要计划道路的开放，或者是不要计划道路，而是希望大家能够把所有的意见，包含艺术的活动或者生活的活动，凝聚在这边后，有一个可以凝聚讨论的机会，然后让市政府可以看到。所以我们这一次透过逢甲大学的学生，室内设计系3年级的学生来跟我们合作，那他们开始调查的环境，调查的生活，然后调查的文化，把这些事情有了一个自己初步的想象或放入。那我们也希望给市民、给我们的在地居民、给市政府看到，做一个参考。那也希望大家可以一起来关注这个议题。透过展览，除了让学生发挥创意，也能够让番薯期中继空间在开辟与保存的讨论当中，找到另外一种新的可能。我们现在身处在一个新旧时代的交汇点。那这边的老屋跟历史的印记啊，还有新的都市规划要如何共存，也是我们大家所有人，不只是当地居民，可能也是有一些外地人啊，或是政府一起共同去决策的一个问题。这样子，在开辟与保存之间，又找到另外一个可行的方案，而这个方案变成是，居民大家也都很愿意来接受的。那也变成是这个城市在所谓的都市发展上，另外一个新的做法。所以我很谢谢我们逢甲大学的老师，还有同学们，还有佩璇，大家花很多时间，带着50几个学生这样子，大家一起去创发。希望说找出一个新的一个做法。逢甲大学9组参展学生作品，都是以台南历史文化底蕴为出发点，各自发挥空间设计的巧思手法，展现出独一无二的创意特色。番薯期的奇幻建筑复兴中继设计展，展期从现在开始，一直展到9月10号为止。策展人蔡佩选邀请大家一起来看展。记者张硕维，台南报道。